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的秋叶原，是东京的上款，是真闹热的购物中心，有真侪流行的文化，伫遐拢找得到。台北西门町甲西门捷运站连通的地下街，都甲日本的秋叶原当作是指标进行改造，12月底就要正式营业。 相真侪甲希望甲电动、有科技的民众来遮设计。日本秋叶原组织当地流行文化，伫咧台北西门町有一个地下空间，甲秋叶原当作指标来改造。在捷运西门站有连通一个西门地下街，接下来它有机会变成台版的秋叶原。 实际来到地下街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完工，不过已经开始有一些店家进驻，他们也加紧赶工。朴实的空间加上艺风景闪闪细细，会有 IP 的品牌有餐厅进驻，预计12月底正式营运。不过问这民众因对这个所在煞真气愤。你知道西门站这边啊有一个地下街吗？好像没有听说的。有连通到一个西门地下街，你知道吗？ 今天才知道。知道说西门捷运站这边有连通一个地下街吗？不知道。原来这个地下街原本要拍通到台北车站和北门站，不过尾仔煞干那连到西门站。过去是交通的连通道，民众停留的时间无久，希望经过改造，会当互站变闹热。我们是以都会潮流为基调，那这当中融合了所有娱乐的文化，比如说像是2次元、潮流，还有 K-pop。经过调查，2005年全球百大上达地气城市，台北排第11名，其中西门町一年就上超过1500万位游客。这摆西门地下街敢会加做台北新地标，民众拢真期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